如何批量導入商品圖片？首先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餐飲，點擊編輯模式，複製目標商品嘅商品編號，打開存放商品圖片嘅文件夾，將相片文件名改成對應嘅商品編號。若需要導入多張圖片，則喺商品編號後加上括號，並打上圖片序號。注意要用英文嘅括號，例如要俾上面編號為 A00000001嘅商品導入5張圖片。咁5張圖片嘅序號應該分別命名為1、2、3、4同5。選中所有圖片，生成壓縮文檔。注意，壓縮文檔嘅格式須為 ZIP 格式，單個 ZIP 文件不要超過50M。返到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餐飲，勾選商品，點擊導入，點擊導入商品圖片，選擇商品圖片嘅壓縮文檔。上傳後點擊現在更新，完成導入。